破读学台语，佮身躯动作相关的克漏字第一集311条，头前我正爿就到啊，前面右转就到了。下面有4字通好选，咱第一字读做月，月头的月；第二字读做月；第三字读做弯；第四字读做转，还是转，还是转？312条，你月头马上看到观音山，就是你转头马上会看到观音山。下面有4字通好选，咱第一字这字读做月，月；第二字读做月，月；第三字读做回；第四字读做转，还是转，还是转？313条，这件代志我共伊huê-tiāu，这件事我已经谢绝他了。下面4字通好选，第一字读做回，轮回的回这佛家讲的轮回；第二字读做回；第三字读做回这花莲港以前的花莲港安尼写就是花莲港第四字读做梭，314条，这个囡仔一岁就会晓编káu-á-tsai，这个小孩1岁就会翻跟斗这编káu-á-tsai嘛是会使念做爬麒麟、爬车轮几啊种讲法的下面有4字通好选，第一字这字读做píng，蔡冰的冰；第二读做píng；第三字嘛是读做píng这人的名条拢有冰坤第四读做píng，甲伊饼顶的饼315条，这个部下huán-puē头家甲手机设计图提予别间公司换钱就是这个部属他背叛了老板，要把手机设计图拿给别家公司来换钱下面有4字通好选，第一字读做huán这3年就huán一下就过啊。第二读做píng第三读做翻，第四读做翻这第四字翻是比如讲翻的翻好，多谢大家收听。